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1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台湾战美国，第7局下半局，美国队一摆赶2分过，将其尾咱2比3战输美国。香港人民罢工罢课罢市第5天，昨日一个摒扫的老阿伯去互庄仔角牵着，昨救无起来。 国民党真侪人对不分区的人选真不满，民进党是昨暗才通过名单，亲民党这边拍算来排着过台面的人马。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日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台湾战美国。虽然中站咱有赢对方1分，不过第7局的下半局，美国队一摆赶2分过，将基本咱是以2比3拍输美国。 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台湾队拍到中站，也阁有靠选手吴金良结一个1分的防浪，赶过美国1分。不过美国拍到第7局的下半局，选手 Brian Rocker 喊出一支2分的全垒打，翻头甲咱赶过。目前台湾伫咧复赛赢这输3，若要争取到东京奥运的入门票，当就要仰望较晚迄场比赛，墨西哥来战赢南韩咯。 咱嘛赶紧来关心香港人民罢工、罢课、甲罢市已经第5日。红磡海底磅空遐有人去捡汽油弹，嘛有真侪所在交通还阁受阻碍。昨日抗议的中间，阁发生路人一个70岁摒扫的工人去互庄仔角捡着头壳，到昨暗嘛是救无起来。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昨阁特别讲，会坚定支持香港的警方止暴制乱，互社会赶紧较顺势咧。 手提棍仔的人士甲穿乌衫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过程当中一个70岁清洁人员去互弹过来庄仔角牵着，转来倒伫咧涂骹。这件13拜3发生伫咧香港上水冲突，造成清洁人员送病医了，性命可能有危险。但是暗时全部救倒转来死去。 镜头所来去英国，声援香港反送中的人士，甲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包围，佮大声骂伊可体。郑若骅伫咧过程当中跋倒，誓要向伦敦警方来报案。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官民对立的气氛拖到国际去。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伫咧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时阵，讲香港继续发生激进的暴力犯罪行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乱。但是，习近平这个月初4捌伫咧上海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时阵比起来，这个用词的态度是大过较硬。 红磡海底磅空去互弹汽油弹，这条航道这是连通港岛甲九龙大动脉干道，伫15拜5早起继续变做示威者抗争的据点。香港是公布第3季 GDP 的修正数据，7月份到9月份比前一季减了3.2%，已经连续2季出现负成长。外界认为受到反送中运动的冲击，经济衰退部分可能影响真长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嘛有10外个学生团体甲民间的组织。 去到台北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表示讲要声援遐踏出来抗议的学生囡仔。现场嘛有香港学生讲，香港会惊到罢工罢市这款场面，就是因为政府唔愿重视人民已经话真久迄5项诉求。伊嘛呼吁台湾人要用选票保护真宝贵的民主甲自由。 真香港！手提扛棒大声喊口号挺香港，10外个民间甲学生团体15早起就伫咧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对香港来关东学真震动的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5个月，市民对和平示威方必惊向发起300，就是因为香港政府无愿意注重5大诉求，甚至就连学术教育的场所拢去香港警察走入来，香港中文大学变做警民冲突的战场。林郑月娥，她更指控民众的3罢在破坏香港，使香港踏上不归路。你错了。如果你再无视香港市民的3罢，这个其实就会名正言顺成为市民抗争的主因。在香港做一个学生非常的困难，他要学会如何砌墙，学会如何用网球拍对付催泪弹。
他要放弃他的暑假，现在他必须要放弃他的学业。中大客座教授陈文山指出，香港学生为着要甲极权对抗，用家己的未来去搏，呼吁台湾甲世界各国站出来替因出声。因为局势一直恶化，香港传出取消区议会选举。香港学生表示，香港无法度用选票对极权讲无爱，而且甲因干那伫一个海台湾，必须要用选票来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是一场人权价值的保卫战。好，那关乎香港人，也关乎台湾人，更关乎整个世界许许多多世界各国的人民的人权，到底是退还是进？民间团体指出，反送中示威是一场人权价值保卫战。香港经过大大小小流血冲突，就惊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会变作真的。做伙呼吁各界站出来相挺，互因上大的声援。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早前是奥运射箭的国手。国立体育大学的曲炳坤校长，若像伫咧2当前担当射箭协会副理事长迄当阵，有将采买器材的底价泄露给厂商。检察官昨去搜查曲校长的徛家，搁有对方厂商的事务所。新闻了后，以贪污治罪条例，罚了曲炳坤80万交保。伊本身嘛出来讲，这件代志隶属伊的家族，甲射箭这阵谈判真无面，总也毋是伊的本意啦。我并没有特别意图要这个来犯罪我最主要我还是站在照顾选手跟教练的立场，是给他们做最好的准备工作。有一些瑕疵我个人坦然接受，是我个人也会深切检讨。曲炳坤以外，共这条案，检察官阁有约谈射箭协会前任的副秘书长陈大玲，甲早前因为8条招标案爆拍笑迄个云嘉旅行社的承办人林慧娟，另外阁有3名厂商。体育署嘛回应讲，会配合检调机关的调查。观众朋友，9月咱有报讲，中华应供这间公司将所有的新路拢试讨角，早起就600个失业的员工去到中华应供的母公司大同抗议。要求讲华营既然是大同投资的，现部这2亿9欠新路的薪水，当就要打起来。大同这边是讲华营当伫咧尽全力处分公司的财产，通好出来理才会少。一透早将近600名穿红色外套的华营员工，一阵人包游览车对桃园来到台北大同公司抗议。华营公司今年申请破产，大量解雇，有3600名员工失业。为8月以来，员工和公司只欠3个月工资，差不多2亿9000万的薪水。在大陆那边竟然有那个能耐跟那个能量，亏了累积亏损几百亿啊！在台湾这边竟然筹不出我们几个月的薪水。还有资遣费，希望大同公司出来善后。10月23日，经过劳动部甲桃园市政府协商达成投资协议，按算伫12月30日，先将积欠的薪水汇入去。不过，工会关岛讲，最后是由政府先代替出的纪律真悬，希望母公司大同出面解决。若无，2亿9000万的薪水会变成全民买单。薪水没有了，小孩的学费。小孩的吃用奶粉尿布不用钱吗？要你们大家的钱来帮我们处理，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吗？大同公司第3季收趁钱，合并营收83亿。再起，大同公司人资处出面接受定情书，抗议员工会继续伫大同公司竞租。但是站在政府的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公司先支付给员工，这样电厂是最后不得不，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大同公司声明表示，华营是最终给付的义务人，当全力处分资产当中，若是无即时，会先由政府贴上基金代付，后来才由华营来行。有心人士实在无应该曲解做全民买单。大同市上市公司要求大同贴付，必须要依照正交法，维护公司的营运和全体股东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嘉义阿里山林业铁路，早起8点外，伫德行一搭并交道遐，发生有铁路的工程车去互冲入来并交道的轿车，弄甲驶出铁轨外。工程车顶的车长手骨嘛受伤，赶紧送院急救。这站意外发生伫咧8点44分，有民众驶自家用的轿车冲入去并交道内底，造成林业铁路的工程车外侧稳出铁轨外。
因为这件事故是发生伫咧林业铁路的主线，只好取消9点上山迄座列车，影响107个人客，只有是开放人来办理退费。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处嘛表示讲，这搭的并高道形体有较简单，为了加强行车安全，按算明年会再增加路窄。政治水分明，这2日各党拢伫咧发表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名单。国民党这边内部真侪人看到提名人选，反对的声音是话无停，但是已经有要召开临时的中常会来甲代志恢复段落。民进党嘛，好甲昨下晡蔡英文总统亲身出面协调，将期尾才来收煞，由中执会正式通过。如果要论真的善，这个大概是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写过的第24份名单。我个人呢，因为一再的改变，一再的改变。民进党无分区名单，伫2天嘅讨论了，总统蔡英文昨下到调集中执会，甲总统官舍亲自协调，伫昨晚8点定案。本来排第一的原住民代表洪简廷辉无伫咧名单内，改由社福专业的现任立委吴玉琴排第一，社民党前张一玲还魂排第3，前行政院长游锡堃排第7，曾水雄名次也向前刷到第10名的安全名单内。我决定把庄瑞雄同志纳进这个34人的名单当中。至于他放弃选举的屏东第2选区，目前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的相关程序，所以我们在这个选区我们就不予提名。就国民党无分区名单第13出来了，引起党内质疑声音。排第10的吴敦义本来态度也阁正坚决地讲，无对不起任何人，也阁讲名单已经伫咧中常会通过。不过国民党即马决定拜5下昼要开紧急临时中常会，吴敦义排名一个向下做调整。因为上一回是中常会决定的，所以要改变，我一定要经过中常会同意。所以会改变，对。会改变。是把你自己调整顺序吗？再往下调整。无分区的名单要改，这也是国民党第一遍伫咧中常会合并名单了后，又阁开临时中常会改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亲民党这边当有消息讲，会去排到郭台铭麾下的刘佑东和蔡信如2个人。早起郭文铁领导的台湾民众党本来有通知讲，要来公布不分区的名单，却临时取消。拍算就是郭市长和郭台铭迄边超测也未好势。刘佑东本身今日嘛有出来讲，郭台铭是无排除要参选4党后的总统，毋则讲什么款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国政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小人刷拢出来啊！红社讲亲民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会有郭家军、刘佑东和蔡信如，那2个人敢会去红坑伫咧前3名，引发大家关心。这2位女性非常的优秀，坦白讲，如果郭董不推荐，我们都要主动去邀请的。我们真的是积极争取他们2位。那目前的排序我不知道。那同款是郭台铭幕僚的高虹安传出讲会去红坑伫咧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内底，不过民众党自本定15要公布名单，煞临时取消。传出讲是因为郭台铭和郭文哲2个人超袂好势。为什么要讲说这个是押宝？这是提供好的人才给所有的小党，来共同能够为台湾提出更好的一个不分区名单。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因为他们不分区名单有一些的调整，外传的部分它就是外传，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吴美人强调，所有小党的名单拢应该爱看出一位，才有机会拍破拿力独占的局面。那郭台铭退出2020，所有可能搁再挑战2024。郭台铭办公室并无否认，佮加上郭家军即阵当积极伫咧布局国会，替郭台铭铺路，佮较引发外界的联想。所以确实有考虑2024的总统大选，不排斥。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本地早起要公布不分区的名单的台湾民众党，昨暗深更临时煞发动点，外界是议论纷纷。当有消息讲，因提名的名单内底会增加新光集团5火山的大汉查某孙吴欣盈小姐。早起人问起郭文铁主席这条代，伊是讲若不分区的头1名，家己较意向，伊原来是台北市劳动局的罗乡连局长啦。
参观创新创业活动，台北市长郭文泰行行看看，佮甲大家翕相。对于带头的台湾民众党不分区提名名单，敢若嘛出现超袂好的状况，甲互原定早起要公布记者会临时取消。伊看起来真冷静，但是可是爱大家签名同意。虽然那些名次的名单大致底定了，但是还是要照程序的。中央委员会要开会，大家签字，这样比较符合正式程序。你的立场还是会力挺赖香伶第一吗？至少到现在没有变啊。郭文泰望的不分区第1名，由原是劳动局长赖香伶。除了赖香伶，根据了解，民众党不分区名单前9名内底，经过海选来的是学者张启禄甲詹祥青，郭家军、高虹安排伫第3名。即摆阁有风声，郭文泰邀请成功集团吴新颖加入哩，伫上尾的时阵，客入哩名单内底，可能排伫第7也是第9。对此，郭文泰的态度真保留。反正公布你就知道了，你紧张什么？他会进入，如党内是不满郭台铭，两边押宝，可能会调整高虹安的排序吗？不会啦，我们都讲话算话的，正直诚信的。那到底党内有没有不满这件事情？我讲每天，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不满的声音呢。民众党要大动作进行海选找人，即马传出的安全名单内底，海选的人较占少数，引发袂少质疑。但是郭文泰颠倒问讲，偌济该叫做安全名单，即个参选的小党，佮有亲民党、时代力量等等，实在真歹预测。记者郭彩曾志成台北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因为一直夹伫咧美美触体争端中间，早起伊的竞选办公室做一摆公布韩先生甲因家手李嘉芬等过捌学偌济房地产，详细一项的资料，其中包含台北甲新北有4间，婚林有2间，加拿大也有1间。毋过有的经过转手，打因手头时阵，婚林甲加拿大这2间尔。韩国瑜的办公室嘛强调讲，一切拢是公开透明化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捌伫台北市南港买7200万的房产，引发外界质疑市民的形象。韩国瑜竞选办公室15公开韩国瑜甲太太李嘉芬名下房产的买卖资料，互外界检视，强调买卖过程拢合法。购买工业宅并不是一个罪恶，今天在整个的买卖过程当中是完全公开透明，可受外界公平。根据竞选办公室提供的资料，韩国瑜夫妇头一栋厝是民国82年以700万伫台北市定江街所买的林房，90年以700万卖出去，无赚无了。过来96年买新北市邦桥东方明珠，转卖赚1642万；99年买台北市内湖丰德，转卖了290万；18年买台北市南港日新月城，转卖阁了428万。伫婚林是91年以1220万买天下一家，了370万卖出去。1804年买斗六的比佛利，贷款1200万，目前持有当中。海外是伫加拿大温哥华有房产，持有人是韩冰。2016年有处理的人警务。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是庶民，这些庶民都买不起房子吗？都没有经济能力，无法生活吗？刻意用这种逻辑来误导人民，是要考验台湾人民的智商吗？为什么大家不去提蔡英文手上有多少笔房地产，而只看他这一笔房地产，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不对称哈。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或是民进党的抹黑手段哈，已经到了让人非常厌恶，而且非常的这个反感的这个阶段。张善政出面斗讲话，强调选举应该回归理性甲正经的阶段。讲到韩国瑜市民的身份，互人质疑买卖房产。张善政阁讲，市民就是无特权，家己甲韩国瑜无担任官职进前，就是市民，并毋是讲市民就是善食甲爱带招人啊厝。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关心生产电脑、电视、银幕、面板的大公司群创光电，当时有要将中国迄边一寡生产线刷转来新竹甲台南的科学园区，投资超过700亿。经济部这边嘛统计讲，自去年4月到今，台商倒转来投资的金额已经将近7000亿。因为安尼生开出来要请人的课嘛增加到56000几个职务。伫南港的群创光电厂区，是竹南以外群创的主要 TFT 厂区。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伫拜四开联审会议，证实群创光电锁回部分的中国产线，伫竹科甲南科开始投资计划，金额707亿，
是去年以来台商回流资金上多。欢迎群创回台，同时我们也会在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上，包括土地取得，包括五缺的这个克服，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目前总金额已经将近7000亿台币。所以这样的趋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经济部统计，政府全力在推动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已经有超过150间厂商响应。目前投资金额上最就是群创的701亿，第3名是友达的407亿。不过，有厂商因为商业布局，所以要求经济部对投资金额保密。这边台商回流有个会创造56294个本国的就业机会。经济部有个台商回流的情势正在常态。目前回流的产业以电子资讯业上多，过来是民生化工。台商已经申请的金额分布是以南部上多，过来是北部加中部。这一波回来，台商都还是利用过去闲置的厂房去把它活化应用。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要未雨绸缪，未来2年，我们要求台糖把彰化、宜兰各县市每一个县市释出200公顷。经济部讲，北部的厂区确实是较饱和，不过也是有机会。政府也协助部分厂商向中部、南部找地，维护欠地义务，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目前看起来，厂商回流的情形正明确。经济部也全力协助厂商的投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咱嘛，搁来关心国际几项大消息。美国南加州一间高中11月14发生内底一个亚洲血统学生囡仔拿0.45口径的枪出了蓝衫弹，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个学生本身嘛，伫咧现场开枪自杀。这是美国今年到达第38站学校内底发生的枪杀案件了。伫咧洛杉矶西北边48公里远的圣塔克拉丽塔，是一个总人口20万左右的城市。当地索古斯高中早起7点半，校门才被拍开的几分钟进前，传出几落声的枪声。有一个学生从牌仔内面提出一支手枪，随即向四周边的学生开枪。警方伫接到报案了2分钟就赶到现场。There were a total of 6 victims, who were promptly triaged and transported to the local hospitals for treatment. Among those who were transported turned out to be the suspect, who is currently in the hospital in grave condition, and he's a male, Asian, 16 years of age, and a student of the school. 美国的媒体报道讲，凶手是纳萨尼尔·博豪，这天拄好是伊16岁生日，是什么原因的犯案，也搁会调查。2位不幸死亡的死者。分别是一个16岁查某囡仔，甲一个14岁查某囡仔。3个受伤的是2个14岁，一个15岁，好佳在伤势无严重。警方讲，规个开枪过程16秒钟，凶手最后向家己的头开一枪。留伫咧现场的枪内面已经拢无枪支啊。It just happened so quickly. I mean, I was just walking out of my coach's room and I was going down to where it happened, and I heard a couple of gunshots, and I walked back. And I just told them, and we just went into lockdown after that. And then we heard the announcement, so we just sat in the room and just waited. 在接到消息了，家长正着急赶到现场。索古斯高中大概有2300名学生，在案发了，全校立即按照进行的演习程序进行封锁。3点钟了才解除。学校内面的学生由警力介护行出校园，伫咧附近的公园甲等待家长见面。这是美国今年以来第38件校园枪击案。华盛顿邮报报道讲，1999年科罗拉多州的克伦拜校园的惨案发生了，全美国有超过23万的少年人经历过枪击暴力的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人有旦夕祸福，有当着啊，天有不测风云嘛是会发生。意大利东北边水都威尼斯这个城市发生半世纪以来上较严重的水灾。意大利11月14宣布讲，威尼斯进入紧急的状态。这搭所谓古早建筑、文化遗产，阁有生理点头，但是拢互水淹着，损失了真伤重。意大利水都威尼斯伫14这边的满楼是淹到113公分，海水一直灌入去圣马可矿场。虽然真侪游客感觉趣味，穿着5火10色的防水鞋，伫咧矿场附近来来回回家己翕相。
不过有更加侪人是正计划要提前离开。 We change our plans about Venice. Only today we stay in Venice. That's why, because the water is high. It's high. It was a bit difficult to find food yesterday night because we walk maybe for more than 1 hour to find a shop open. 威尼斯正依靠观光产业，第12创纪录的满水水位是到187公分，虽有慢慢伫咧退，不过水涨起时阵继续落雨，水位依然正悬。一寡店面小食大生意拢无法度做。这间饭店的头家估计，目前已经损失7万欧元，相当是台币235万。因为电力受损，冰箱泡水拢无法度煮物件。当局宣告正值紧急状态。另外个世界文化遗产星巴克矿场也受到淹水的冲击，让人担心，就算是水退啊，水内面的盐分也阁留伫咧壁内，会造成壁体受损。 Nel giorno dei inizi di oggi adotteremo il decreto che dichiara lo stato di emergenza, c'è stato richiesto al Presidente della Regione e poi questo ci consentirà ovviamente di varare già le prime dotazioni finanziarie per quanto riguarda le spese di primo soccorso. Le spese volte a ripristinare la funzionalità dei servizi. 孔蒂讲，政府会加速威尼斯建筑的防灾设施，也就是摩西计划。伊伫咧面对着海平面上升加冬季暴风雨的时阵，会让甲落雨的防坡地爆发规个滚起，不过也会甲这个生态造成重大损害。为了要应应气候变迁，伫人工防灾加环境保护之下，也是这项工程争议的所在。 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今年公费流行性感冒预防针有较慢1月就开始做。头一年也是会针对较会规定消毒的学生囡仔和病院的人员。过来是12月初8开始，65岁以上的老大人和未读国民学校的幼囡仔，明年新历过才会开放予其他公费的对象来做。医生嘛提醒讲，当然伫咧明年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进前有做，就有一定的保护力，咱唔免想过头烦恼。 医护人员斟酌侦查，确认是囡仔身体健康状况无问题了后，抢避开就甲伊注射。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啊，虽然比往年晚要1个月，不过第一波同款是锁定较会出现关注疫情的学生甲医护人士等等高传播族群。我觉得以前打过疫苗之后比较不容易感冒，第一次打就发烧，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发烧了，变得比较强壮。 就比较不会被现在的流感侵蚀，因为我们每一年在流感的季节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得到流感。那有接种的小朋友，其实他的流感的几率的时候，它会有减少。金融的接种率的话，大概有80%，那去年大概7%，7%2左右。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拄3价升级做4价疫苗，佮加上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疫苗选址前1个月才来公布，造成全球疫苗生产工会时间延后，各国拢去受到影响。所以疾管署配合疫苗厂商工会甲专家建议，才分配注射。除了第一波经国校至高中学生甲医护人士，12月初8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读册进前的囡仔来做，所以来明年元旦轮到其他公费的对象，像讲是有心的人、重大伤病患者等等的族群。 高传染的族群是当第一优先放在我们的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身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在医护人员在照顾一些有些免疫力比较差的病人身上，所以也很容易被传染到，而且很容易散播，跑来跑去，传染得到的人更多的话，那传染力太多的话 ，case 重症的病例可能就会出来。根据疾管署预计，这个流感的高峰期超伫咧明年过年的时间，医师就提醒，疫苗注射了差不多要2礼拜才会产生保护力，就算讲是第3波，也就是明年元旦才注射的民众，离高峰期嘛还阁有20天，保护力的时间是有够的，民众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专门咧看心脏血管外科的假设型医师，看诊到当30几档，逐摆若病人开心脏了后，伊就需要用扫描将手术的过程画落来，解剖图和病因拢画了真详细，伊也记录手术的道路。毋若讲日后要看较方便，和患者的亲人讨论病情嘛会较对同。你看，伊所有的右路的程度，比较医学的教科书也无较输。 手摕到一支鉛筆，就用精準的畫出器官的比例、透視感，甚至是病灶的清淺。二尖瓣本身呢，它是2片很薄的东西哦，很薄的膜就对。可是它是来当一个门来用。它为什么可以关得住？
因为它打开就是这样打开，它关的时候是这样关的。伊是行医超过30年的心脏外科医师谢世荣，嘛是心脏外科医师眼中的另类画家。谢世荣用笔画落来的，会用是伊心脏血管的外观、缝合的方式甲细节。这拢是伊伫手术了后的时间，伫病历表面顶画落来。伫伊上有代表性的，就是手圆啊卷起来缝合法。这款的创新技术，相关的发表甲图文，嘛登上了美国国际期刊。谢医师表示，透过用手画落来，更加容易沟通，嘛容易比对病灶。那有时候看也不见得看得很清楚。那你透过画，用一个简图的这个画法以后，我们让任何的专家去看，一看就懂哦，原来是这样缝的，是这样做的哈。这款手绘图，就算我无医疗背景的心脏病患者，嘛会用了解医师咧替伊做的代志。那个谢医师画那个图以后，让我觉得很清楚，说哦，原来动脉、静脉，然后心房、心室，那我们心脏的那个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每一台心脏的手术，拢是一样的生死的拔河。谢世荣表示，30几年来，伊伫病历面顶精准的用手画落来手术的细节。这款的坚持是为着要记录落来病灶甲治疗方法。万一病人日后发生了问题的时阵，用上紧的时间来对照，减少病人搁开一届刀的机会，然后经验的传承甲医学交流更加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林园区这一撮巷啊。昨日深更有一个家己咧大的老大人，临急爱赶紧送医，结果巷仔口才一米宽，救护车驶袂入去，换甲私人土地借路才有法度行。这款情形头尾阁是已经10档啊。虽然市府嘛有意要拓宽道路，不过因为经费较重，较担也袂动工，嘛互四周围的民众不时都咧看心。13半暝，一个80岁家己大的老大人身体无爽快，消防车派救护车锁伫咧巷仔口卡关，因为路上下，救护车驶袂过，转细路行私人道路才解决。这是当地居民10年来拢无法度改善的问题。万一若讲发生火灾，也是啥货，根本总讲搁站边，救护车都袂当入来。啊，若搁拄着消防，伊来即个火灾的话，尤其是消防车搁无法度入来。阮一个老的。破边叫车来做无路，也是无法度死，啊，都叫车袂当入来啊。居民讲，当地大部分拢是大塘的地，早期租地起厝的时阵，交通工具是脚踏车，无二楼车路。地思讲巷仔上下，上下路才1.3米遐宽，毋若救护车无法度通过，消防车嘛是共款。当地居民拢真烦恼，虽讲目前阁有一个私人的土地会当借路来过，啊，毋过看到也是无法度互消防车来出入，而且地主即嘛暗算讲要甲即块土地收倒来家己用。那个建筑已经老旧了，请地主能够协调承租人把那个危险建筑的部分把它拆除掉。如果协调不成的话，那不排除用公权力直接把它开除。目前巷内底也是各有150外的住户，想要出入拢有问题。市政府回应讲，一直有混快计划，啊，毋过因为经费真济，一直无法度来动工。不离个嘛强调讲，会赶紧来混快主要入口所在的行车空间，通好先互救护车、电顶的救灾车辆出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问题有影大要紧，去年才改建好势大东火车头遮，过去1年当计共有200万的人数咧出入，尤其休困时甲连续的假期人上济。啊，毋过车头口来接亲人，也是来烧送的轿车踢电，临时的车位煞无够用，尤其树仔佮细丛排休量，真侪民众拢望讲，着爱赶紧改善交通。平日到拜五，大东火车头的人是上济，出入站要接旅客车真济，站外车道的四线道煞伫咧休困日，常常出现无够用的状况，一直塞车。这款的交通状况，互在地民众拢真困扰。周休的时候游客特别多，也会影响到这边周边的交通。有搁较侪停车位啊，是当然的，对百姓来讲、民众来讲，搁愈方便啦。除了塞车的问题以外，游客搭到站拖行李想要行出站，人行道设计石头路面，互游客拖行李行甲是真难，而且伊嘛烦恼讲行李想要咧哪会害去。是会有这个顾虑在，就是变成它会坑坑巴巴的抖来抖去。大东火车头去年改建完工启用，今年都有超200万人次出入车头。啊，毋过游客甲民众拢受到塞车、人行道无平、甲行道树种脏树、热日头无够的困扰。有关机关特别伫大东关议会质询，要求管府甲代替来改善。那是不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把它解决，把这个民怨把它消除掉？考虑把它的车道数把它增加。
台铁局表示，台东车头有部分算是地方政府的宽照，若是需要改善，可能需要各甲营建署、县政府来做回讨论，才来做整体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台铁，咱来看高雄这节去年改做地下化到单，定拢有人咧反映讲，月台顶的空气哪会遮歹？顶日啊，阁有学者去验 PM2.5的细粒溶液，才知影讲超出标准17倍悬。台铁这当阵，逐工都将通风机开甲真磅，电火钱是用袂少。过来嘛，拍算讲会减安排轻汽油的列车入站，通来减轻产生空气污染的源头。火车进站因为是柴油车头，月台马上就有一阵油臭味。台铁高雄段去年10月地下化以来，常常有民众感觉伫月台等车空气真无好，就很闷啊，有点闷闷的，就是那个油烟味啊。汽车油烟味这样，柴油车刚过去，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个味道散出来，对。但是是不是很轻重，然后就是轻重的程度的话，可能就是我是没有感觉到很深刻啦。台铁员工嘛反映工作环境空气无好，台铁因此装空气感测器，嘛开始加强清洗月台甲铁路，减少车入站拖沙飞起来，并且减少柴油车入站的数量。不过11月初有学者公布，在今年9月测到柴油车入站的时 ，PM2.5的浓度会超过17倍。今年的3月、6月改点的时候，都逐步有把它一个调降。那甚至于今年的12月20号，我们台铁局一个朝访电气化通车启用，也陆续将柴油车的一个进到地下化的路段尽量减量到1半以上。台铁长期监测，唔捌发现 PM2.5 超标这么严重，但医院对3月陆续减少柴油车，到12月将会减少到一半。天气的时间嘛，对4-5分钟减少到只有1-2分钟。不过，伫也未全面停用柴油车进前，高雄段10个地下车站目前逐工拢会开紧急用的通风机，会使让空气品质尽量维持伫标准以内。只是1个月爱开掉1000几万。记者王家川、林家宽给我报道。高雄看完，咱来看云林。这当阵云林2期的土豆当咧收，不过因为8月大雨连续10外天，土豆的产量比较逐永年减有4成，产地一台斤计数化到46。但地方所有人咧放风声讲，政府为着要开放外国土豆来进口，但农粮署赶紧就出来背回，讲这当阵本产的土豆当咧出，年底进前绝对拢未开放进口。若阁有这款假消息造成农民的损失者，是当依法落去处分。因为民众会当看到农民透早就伫日头骹无用地捡土豆拍日。目前是云林2期土豆的采收期，但是受到8月份大雨的影响，农民讲整体产量是减4成。虽然今年土豆产地计销开盘每台斤46块，是10年来上悬的，但是最近地方传讲政府要进口土豆，计销就随一直落。听着讲因要进口入来，讲要对越南迄边啊进口入来，我做讲听要进口啊。啊，等反而就讲一个放8-9块落来啊，本来是46、7啊，只剩37、8啊。农民表示，永年每分地土豆的产量差不多600-700台斤，但是今年灾损严重，每分地收成敢若剩300-400台斤。虽然计销好，但是敢若会当拄掉欠收的部分。若是政府搁要开放进口，恐惊农民拢会支撑袂调。政府了甲咱顾一下啦，啊无，逐项我讲都是拢。无收成拢歹，啊，咱做事人是要安怎情况？是看这五谷咧生活。甲咱消费者、甲咱生产者保证，伫今年底之前，农业会绝对无容允任何进口商进口土豆，因为11月到12月事实上是袂使进口土豆的，而且季节。农粮署表示，云林2期做土豆种9000公顷，占全国的3/4。为着避免影响国内土豆的计销，在12月政府绝对袂开放土豆进口。但是有包商用政府要进口土豆来压价计销收土豆，红查到会当罚6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天气渐渐较凉冷，不过本身家己就目暗的歌手张真华先生，伊嘛不时拢会去播工，去到创世基金会内底替病床顶的植物人抓灵，啊，佮唱伊家己所创作的新歌，甲这植物人互相鼓励，啊嘛有的人听了感动，会捏目睭来表示哦。这款甲人三甲相疼的心情，和凄凉的寒天时，加添咱真侪温暖。
一条换贴兄弟唱出人甲人伫社会走中互相扶持的心声。时尚歌手张振华定定半工到创世基金会唱歌，互失物人听来陪伴因。虽然因无法度对咧唱，不过因会捏目睭来欢迎。张振华唔但唱歌，佫会替因抓铃来促进血路的循环。我们可以按住这个地方，轻轻按住就好了。好，不舒服一定要讲哦，眼睛可以打开哦。很多人跟我说啊，你怎么那么倒霉？其实我是用一个人活着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志向啊，在过着我的生活。那我想他们也不是愿意变成这样子，所以人生都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那我们用同理心能够来协助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张振华甲伊的查某囝尽家己的力量，做伙来帮助失物人。创世基金会嘛表示，尤其即马已经入冬，对失物人的照顾爱搁较认真。除了抓铃以外，基金会嘛定期来帮因换尿珠啊。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呢，就是在尿布的部分要勤更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呼吁我们社会爱心大众大家一起来帮忙，每天收集10块钱，及时行善，1个月300元，就可以长期帮助我们的植物人的尿布的经费。张振华用温暖的歌声感动失物人，伊嘛希望民众会当斗阵来响应做好代，互失物人伫咧这个寒天，嘛感觉到温暖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解说。看到公视台去台新闻伫咧报讲，家己目暗的歌手，搁去甲失物人抓铃唱歌互听。国政又原来想到一寡台湾的俗语话。过去有一句话，讲一人苦一样，人人无亲像。啊，这句确实有影。每一个人人生中总是会遭遇到一寡苦楚。你唔通干那看讲迄个人好野，翘脚练喙鬚，实在伊艰难的所在，伊也无法度讲出嘴，互咱知。毋则过去有一句足出名诗句，讲叫做“不如意事常八九”，有影啦。世间若10项代，不如意的代志8、9项咧啦。啊，毋过后壁迄句诗句所刷落去接讲，可以人言无二三。哦，对了。真正真对当呢，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9项，毋过你这中间敢有法度去讲互听？无2、3项啦。所有苦楚，你讲啊无？国政啊，吞落腹内哦。一人苦一样，人人无亲像。我毋是叫你着悲观，我毋是叫你讲苦楚钱吞伫咧心肝底，积伫咧心肝内，毋是。因为过去俗语话嘛，甲咱教，嘛甲咱教讲，一枝草一点露，有影啦。连露水都有法度照顾咱路边的野草，天总是袂断人的路，一枝草倒一点露。这句是满世界所有若晓讲台湾话的人，大家都会晓讲，一喙传一枝，流传至今，足重要的一句俗语。这是咧鼓励人的志气呢，咧鼓励人讲，你唔通想讲你苦楚，唔通想讲你困难，唔通想讲你人生已经真崩无路啊。柳暗花明，有一天转弯世界，又会当找到新的出路。尤其头拄啊。国政甲你讲起，新闻伫咧报讲，家己目暗，歌手竟然搁去唱歌互失物人听，竟然搁去甲失物人抓铃，这种真感动的新闻，我也想到，我伫日本时代台湾李安集览这本俗语册，这日本人来编的俗语册内底写一句，我感觉真有道理，这个真理真感动我的心肝。这句写讲，目暗嘛有目金的咧通牵，目暗嘛有目金的通牵，就是讲。目暗的人无要紧，社会上互相援助，嘛有迄个目金的会当听好来甲你斗牵，这就是表示啥？这毋是今日才写出来俗语话呢，这是100当前日本人册都已经写掉的啊，表示人人若肯互相援助，毋通讲天天咧想家己的苦楚，毋通讲达不是自卑自叹，你都爱看讲世间，你若肯行出去，骹步尽量踏，尽量去帮助别人。虽然咱都目暗，毋过。目金的若愿意来甲咱斗牵，路又原来愈行愈宽。你讲看有影无？过来，国政要来甲你报道，今年已经举办第5届屏东粿仔文化节，人因遮原来设计真侪粿仔的料理，甚至讲也有材料用粿仔去做披萨，你连看都毋捌看，莫讲食。现场因阁提供几千份的试食，就是真心要来宣传屏东的粿仔好口味、好气味，咱嘛同齐来品尝一下。
客家人的面拍板、河洛人的粿仔条、加新住民的河粉，结合做屏东板条三兄弟。这是伫咧第一届2015年屏东板条文化节所推出的，让大家感觉真介意。传统的食材结合创意料理，在今年屏东板条文化节也有新的出头，用着5花10色的面拍板，还有彩色造型的客家板，以及着粿仔条披萨。总铺师透过无同款的料理方式，希望做伙来推广粿仔条。我们用的是当地屏东小农的一些蔬果去做一个元素结合，再加上还是一个屏东的。已经办过单的屏东板条文化节，今年也邀请到20间的业者，现场提供创意的粿仔条，互人试食，各种口味、各种做法，大家拢感觉真有意思。连屏东县长潘明安也落去甲总铺师现场炒粿仔条，要互大家吃到在地好滋味。美食的文化都可以融入板条，它更是可以作为我们在屏东当地食材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美食。今年活动唔有来自屏东各地头的客家妈妈来展现因的好手艺以外，由总铺师来教大家无同款口味的粿仔条料理。唔管是倒一种气味，拢是咱台湾的正港台湾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韩国一个女士来到台湾已经10冬，伊来到台湾了就真心妈祖，尤其经过一场真严重的车祸，竟然有法度救起来。伊开始发愿要去妈祖庙，这间桃园路德的祖庙宫，今日照鼓励入伙安葬，这也是有史以来台湾头一间由外国人发愿来这起好的妈祖庙。咱做伙来看卖。桃园路德的祖庙宫是台湾头一座由外籍女子发愿所起的妈祖宫，今仔是遵照鼓励入伙安葬。这公主呢是韩国人吼，一路行来吼，嘛真辛苦啦吼，万事起波澜嘛吼，所以我嘛是吼，祖庙嘛是爱表示心意。一个一个来，一块石头，一块板子，一块板模。一包水泥都是自己去磨。今天的慈母宫看得到的这一间，穿传统的韩服，来自韩国的朴杰宇是路德祖庙宫的宫主。22岁，一个人来台湾游学，有10冬的时间，常常拢碰到一个阿婆叫伊爱替妈祖服务。伊本来无想伤济，一直到经过严重的车祸，急急康复了后，才接受神父的指示。迄当阵身躯顶只敢剩30块的总财产，伊就为这30块开始发愿去妈祖宫。韩国有好像50%几没有宗教信仰的，然后30%几是信奉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妈祖就托梦给他说：“你还要帮我把我带到韩国去，把这妈祖文化带到韩国去。”公主朴杰宇希望将台湾甲韩国的文化伫咧庙内面结合之外，阁要将妈祖文化带去到韩国，伫韩国起妈祖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德田绿地园区，这是全台湾头一搭提供这老大人、阁有失智的人士优先照顾的环境的社区，也是台湾屏东顶年设计展前无偌久所闹热的场所。政府规划德田西市的旅行，要让民众来园区参观体会，了解这老大人生活中的需要。今年的台湾设计展，屏东县政府特别规划旅行活动，让民众会当来德田西市绿地园区，变成做阿公阿嬷体会内底绿地学习甲长照教育等等，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时大人的需要。配合了我们屏东县主办2019年台湾设计展，那我们竹田国中应该说西市这个区块，我们是一个设计热点。那设计热点其实我们学校是一个长照体验教室，我们都有做一些静态的展示，还有一些小小的体验活动。走入厨房才知道厨房的冷热，我们模拟情境，知道长辈的生活的勤苦，我们更能同理心。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更能去友善所有的长辈甚至在家庭的照顾上，更能呢以这个长者的一个同理的需求呢来做量身定做，因地制宜。实际体验过的屏东县长潘明安强调，透过活动，让民众会当更较有同理心，除了参观友善店头，买当到德田高中看展览做活动体验。
然后再去参加拍通关的佚佗活动，了解时代相关保健资讯甲需求。我们屏东县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设计展期间，会在乐之屋这边有营养的闯关活动，然后会有6大类食物的宾果连线，还有我的餐盘的拼拼乐，当然可以帮我们的 FB 按赞打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分享出去给大家都认识这样子。社区透过这个体验，呈现落地友善社区的成效，配合台湾设计展期间，园区逐天拢有开放参观，望民众会当透过活动更加重视时代人的感受甲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金湖国小顶日举办68周年的校庆，还有新校舍的落成。为着要各界看到金湖国小创新的能力，学校借机会发表笔茶、笔筒、杯仔这类文化创意的产品。经过校庆的举办，让外界看到学校有这款软性的实力。金门的金湖国小幼儿园学生和老师同齐唱石狮爷的愿望，这是用台语作曲所创作的音乐绘本。为着迎接金湖国小68周年校庆和1期校舍完工，校方举办真侪活动，顺续小解校内老师杨玉兰和彭林玲因2个人所设计的物件。3样文创商品虽然都是统一的阿金小湖的造型，但是都有因为搭配那个物件的属性做不同的搭配。除了有音乐绘本、石狮爷的愿望以外，还佫有鉛笔袋啊、茶做的鉛笔壳啊、课本这3项文创作品。另外，全校师生佮投票选出2只红狮爷，名号做阿金和小鹅，是一对兄妹啊。因嘛正做学校的吉祥物。纪念3今年也结合我们这个一个学校的一个 logo 就对了哦。那我们今年还特别做了呢，阿金跟小胡呢2尊呢湖小精神象征的一个吉祥物。这届金湖国小设计的文创作品，也得到各界的认同和肯定。校方希望透过举办校庆和侪活动，会使让地方人士看到金湖国小师生的打拼和用心。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神圣，咱来看英国海外的领土，踮伫咧南大西洋的福克兰这座岛，有真侪骑鹅、鸟只甲海鸥，尤其这只的国王骑鹅，完全拢袂惊青云，嘛带动真侪观光客来这游赏光景，看因的生活。观众朋友，今日因为透东北风，北部和东北部较凉冷，中南部早暗的温度嘛差真侪。台湾各地头和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较好天，只有东半部加减有短暂的雨水。另外，今日和明仔载2天，东部、东南部和恒春半岛沿海这大只，拢有可能会起长影。咱行船讨海都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21度到28度，中部23度到29度，南部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9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